后来乡亲啊，这个诈骗的手法一直咧翻新。最近有不少的民众拢收到来自卫福部诈骗的简讯，骗讲会当领防疫补助，但是只要网络点入去，就会进入诈骗的网站。有一个网友讲，伊看这个诈骗集团的行为实在看袂做理，所以伊就直接害入去这个假网站，甲受骗民众的资讯拢甲抬掉。 保住3000个人的个人的资料，这嘛算做好心啦。啊，刑事局嘛特别教民众要安怎看出诈骗的网站。最近，不少民众收到假造卫福部团送领防疫补贴的诈骗简讯来投稿资购银行的口座，若无查证，有可能变做受害者。但是补贴，那有些可能真的有些心态是说，那我一定要争取补贴的人，他就会点进去，然后想要去了解。没有跟我讲，我本来以为就是我不知道这是诈骗。 对，但是我应该回去会跟我家人讲。看到愈来愈侪诈骗集团，就有网友伫社群平台分享家己写定时卡本，入去钓鱼网站，甲受骗民众的资讯抬掉，救3000多人，敢有可能？诈骗集团他们本身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想是诈骗，所以他们不会想到做治安的部分，所以他们是用最简易的方式在做这个网站，有很多甚至就是一页式的网站，前后台的区分就没那么明显，所以。 本身要骇入的难度，绝对比起你要真的骇入一间企业来的容易很多。刑事局统计，敢若今年1到8月已经有43件手机诈骗，财务损失超过新台币240万。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类似诈骗简讯，先确定网址敢是.gov.tw， 若毋是，就莫去点，而且通报105，避免哄骗。对他们来讲，就是需求够，那我就用这种方式去做。 当有一天大家都不再点这些网址的时候，不再受骗上的时候，他们发现怎么做都没有用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些简讯就会消失，但他们也会有下一套。因为全台湾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加上诈骗集团的手法一直在进步，好民众目睭要是要背好紧，保持警戒心。毕竟天下敢无遮尔好康的代志。啊，这个号称是亚洲上大场的时尚的派对，恐惊嘛是诈骗。 这个破水音乐节，前这个礼拜6、礼拜2天来举办，但是当初宣传讲会参加的主角，包括韩国的艺人，包括国际 DJ 等等，拢无法度到场，引起着消费者的愤怒，讲根本就是骗鬼的音乐节，要求专业退费。但是主办单位拒绝，提出的补偿方案是一张票会当加带一个人入场。 立委何志伟开记者会来痛骂，讲这就是上新的诈骗的手法。啊，文化部讲，若是表演的内容有变动，无事先通知甲公告，安尼消费者会当专业来退费。 泰国 S2O 破水音乐节2728少年团2天伫台北大甲和平公园举办，不过主办单位进前公布出席的艺人，包括韩国明星 CL、DJ、KG 等有11组的来宾，拢无法度出席。有这个明星袂当来，引起不少买票民众的抗议。3400，为什么我要大热天然后去参加一个没有我喜欢的艺人的音乐节？ 开这个钱看不到介意的艺人受害害底，讲话伊无去想要退票，业者甲讲主办单位有换场所甲艺人权利理由甲拒绝，意思我打电话给业者，所以无人离境要这件。超大型的，然后呢骗你一次之后再拐进来，再叫你买饮料喝，这样子形态的诈骗集团有恶极无？ 活动进行一天，主办单位看讲出代志就提出一甲一的补偿方案，互人批评讲无诚意。佮针对文化部讲，和政府单位杀来杀去，无度及时交出防疫计划，和文化部说明。一直等到了8月24号的晚上8点，我们才就是说收到他的那个防疫计划。那其实他的防疫计划我们收到之后，发现他其实仍然有非常多的缺漏。这场音乐节有真侪艺人袂当出席。 主办单位又搁拒绝退票，引起争议。到今日为止，消保官已经接到超过600件的申诉案，权益受损的有2万人。号称亚洲上大型的流行音乐会，煞变成诈骗的案件。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而且记得哦，一定要帮我们分享、按赞，还要开启小铃铛。